有一位媽媽面對小朋友不斷嘅索取，過去佢都一直配合付出，搞到自己筋竭力疲，周身病痛啊。於是佢就同自己講：我要開始學習為自己定下界線啦。但係結果呢？你有冇相同嘅經歷啊？遇到挫折挑戰，會同自己講一啲正面嘅說話，或者嘗試用一啲正面嘅行為去做改變，但係最後發現相同嘅劇情只係重複出現，因為你入錯咗門口啊！當生命遇到挑戰，如果第一時間就入去正面信念行為嘅門，咁你就完全錯過咗宇宙安排呢啲挑戰俾你背後嘅重點啦。提醒你有課題啊！媽媽除咗俾子女扯爆，喺佢其他生命嘅角色都係冇咗自己噶。喺父母面前唯唯諾諾，喺另一半嘅旁邊就吞聲忍氣，喺工作上邊淨係會 say yes， 對住朋友就永遠唔識 say no 喎。點解會咁嘅呢？因為所有唔健康嘅行為背後都隱藏住好深嘅課題，而呢位媽媽其中嘅課題就係害怕被遺棄啦。只要我遷就人，無條件付出，人哋就唔會離棄我。只要我乖，我聽話，我就會受大家歡迎啦。行為就好似冰山嘅表層，而行為嘅背後其實係由冰山底層嘅課題所帶動㗎。所以一遇到挑戰，就叫自己要感恩、明白、同理，要同對方和解、尊重生命，要學習放下，唔好咁執着。咁樣做都係入錯咗門口啊！要離開呢個循環，我哋就要進入另一對門，就係深入內在嘅根源，面對自己嘅課題開始啦。當呢位媽媽進入療癒嘅空間，喺神聖嘅帶領下，佢開始慢慢喚醒同感受所有內在同被遺棄有關嘅傷痛。由細個缺乏父母嘅照顧，讀書嘅時候俾同學欺凌，年輕嘅時候墮胎嘅選擇，另一半對自己嘅不忠，兄弟姊妹間嘅分離，經歷寵物親人嘅離世，所有呢啲未被釋放嘅情緒，其實都只係一直埋藏喺無意識嘅深處。過去嘅並未真正過去啊！原來生命一切嘅發生，都係嚟提醒我哋有呢啲痛嘅存在啊！療癒之後，呢位媽媽終於揾翻自己嘅力量啦，因為佢而家每一個行為同埋決定，再唔係由無意識嘅恐懼帶動，而係由充滿覺知嘅愛嚟推動。外在嘅一切，亦隨住內在嘅轉化而改變啦。冇徹底觸碰根源嘅課題，然後就假裝睇得開，好正面，咁樣只係將情緒越埋越深。內在未處理嘅傷痛，只會繼續吸引外在嘅故事嚟顯化。靈魂最高嘅選擇就係勇敢去體驗一切，由頭腦叫自己要去愛，到真實自然地成為愛。過去嘅你入緊去邊一對門？嚟緊你又會點樣選擇呢？